前往也個順仔啊，大家同學啊，你寫緊部乒乒乓乓灌埋埋，唉，我就唔想上架咯。夠裝修話，搬緊辦公室嚟做短視頻話，做短視頻啊，我蠻好做哦。按金條組，隨便裝修下就話啲錢數哦。佢丟個唔算買錢嘛，全部用個包紙掉啊，做唔做到就唔計價咯，成日不拍熱夢哦。最困難網上咩傳道啊，通條主角通出幾百萬來啊，雜雜啊，都講見風啊，嗰條主通啊，而話晒個人用個視頻哦。視頻係就實個，不過嚟種啊，萬用呢計，都係萬種無事咯。用話要講真咯，年輕人呢，咁去出下做下好唉，東邊的話效果好，個餅店賣數就唔做，所以我咪冇上架條啊，定架條去管啊，看架條管出賣命同道冇啊。我順仔講話，來去可能係最後一期嘅 AI 製作話，過兩日嘅辦公室管好，話就自家拍話，按用賣哦。按用過兩日係咪擺兩鐘頭嚟好下嘅哦，好賣哦，好條啦好啊，你知唔知嗰條真係去咪睇公司咩？嗰條都係腳仔搞嚟沙咩？